而家要緊開門利是啊！嗯哼，啲新郎哥嚟接新娘啊！兄弟唔得喎，兄弟，有冇搞錯啊？有冇冇一啲成件都冇咗俾呢幾個人啊！一個人門係關啦，門係關。 6個人點分啊？當門開關啦，當門開關啦。唔夠數啊！未夠數啊！6個人點分啊？一封利是，6個人點分？家長，帶房產證過嚟啊！房產證啊！房產證。開門利是要攞埋房產證啊！拜拜，冇誠意啊，試唔可以啊！唔夠分啊，唔夠分！好蝦睇唔到，我冇開啊！救命啊！落風開門！新郎哥嚟接新娘啊！啲姊妹團喺度攞緊開門利是啊！